喺靠近拱北口岸嘅位置，200萬總價可以買到最靚嘅大三房，並且係華發嘅第4代住宅。你冇聽錯哈！呢一套視頻裏邊係99平方嘅三房。好，我哋從入門口開始同你講哈。注意啦，點解120%嘅得房率呢？門外邊呢啲8個平方米係不計入房本面積贈送嘅，全屋標配智能家居哈。入戶之後，旁邊咧就係我哋嘅兒童房，再過嚟先係我哋嘅次陽台。呢度出邊仲有一個陽台嘅，呢個係做洗衣房。好，旁邊嚟到我哋客房，仲有公共衛生間嘅位置，空間絕對夠用哈。客廳開間6米闊，非常靚啲空間，6人嘅餐位。旁邊咧就係我哋嘅開放式廚房，裏邊嘅電器全贈送嘅哈。咁小區去到拱北口岸10分鐘內搞掂，主人房大嘅套間270度嘅飄窗，睇我哋下沉式嘅會所景觀啦，仲可以睇我哋毛子洞嘅山景。而家呢度係4樓啫，高層嘅景更加之靚哈。